擅闯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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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站住！站住！监察院既有重地，你一个户部的闯进来作甚？说了吧。范闲身世，满城皆知。我知道，你知道有什么用？如何收场？还有，这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京都，动作之快，匪夷所思。得查，除了监察院，还有谁能做到这？是你们。准确的讲，应该到午时之后，消息才可以传遍京都。陛下的意思？这种事只有陛下点头。为什么？范闲舍身救驾，陛下感动，那就把他往绝路推。臣子变皇子，那是升迁。范闲身世藏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他安全吗？叶青梅这3个字代表什么？有多少人爱他，就有多少人在恨他。仇恨这东西，一旦染上，就不会褪色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不要他死！公主，冷静。我很冷静。叶青梅的儿子必须要死，怪不得要把内裤交给他，这是要物归原主呀。以范闲如今的身份，陛下不会允许有人杀他的。可这是陛下欠我的。这么多年，陛下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他不方便做的事情是我在去做，他不愿意查的人是我在帮他查，是我，不是别人。我为陛下尽心尽力，就算他要我赶出京都，我也如他所愿。姑姑，这还没有完。就算我人不在京都，我依旧是陛下手中的利刃。他想飞翔，我就要袁宏道配合他。飞翔不是姑姑的意思。我为什么要飞翔？我和那个姓林的早就两清，是他想飞翔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袁宏道在姓林的身边那么多年。是我这么多年，陛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可是他现在依然要那个女人的儿子把内裤从我手中夺走。没有这次，我不管陛下怎么想，我就是要范闲死。范闲在宫里，你想怎么杀他？是我的广信宫吗？是啊。我的广信宫，范闲住着，把我轰走了，他却住了进去。等等，等等。其实换个角度想，以范闲现在的身份，最光的应该是太子。我要他死，
殿下，皇后驾到。你们这帮蠢货，为何不早禀报？是我不让他们声张，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吗？母后，儿臣恭迎母后。都下去吧。哎，别关门，母后怕黑。母后许久未出寝宫，是不是这次慌了？范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我正要去找您呢。范闲掌控内库，又入主监察院，他现在的权势地位更胜李承泽。如若传闻是真，你怎能安心？先不说是真是假，即便是真也没什么呀。我跟二哥争，是因为二哥在抢他不该抢的东西。若范闲也是皇子，他姓范，即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兄弟，他只要姓范，他就没有权利跟我争。私生血脉不入宗室，母后，就他的血脉，最多只能算内库和监察院的大权，不能落入旁人之手。那我更应该跟他一路了呀。他恨二哥，我也恨，这不天生盟友吗？如果我想范闲死呢？就是因为他的父皇血脉。因为他是叶青梅的儿子。这叶青梅不早都死了吗？这宫中嫔妃颇多，也不差这一两个吧？母后，叶青梅因我而死。叶青梅的死，虽然没人再提，但是我多少知道些。她当年不是死在皇后一族手里吗？皇后一族也因此遭到屠戮。那我们就等皇后出手，冷眼旁观不好吗？皇后的心机和手段，我都佩服。可唯有这件事指望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自己在乎的人。你没有。我有。叶青梅。我要叶青梅的儿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也就是说，杀叶青梅是您的族人所为，并非您亲自杀她。没错。那当年的族人都被他们残杀殆尽了，一夜之间，全族尽灭。那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呀。过去了。那一夜，黑旗满城搜捕，甚至杀进皇宫，闯入寝殿。我想拦着，但是没用。他们在我面前撞翻灯火，让宫女遮住我的双眼，只有至亲临死的哀嚎在我耳边回响。灯火炬灭，如云遮月，哪怕天那么黑，哪怕我的双眼被遮，但我还是看得见，全都是血，到处都是血。你觉得这些都过去了吗？那杀他，不是您亲自下的命令吗？重要吗？那这事儿就等于跟您没关系啊。对了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多吧？很少。那就更安全了。行凶者死了，往事烟消云散，那我完全可以跟范闲同仇敌忾，一起对付二哥了。凶手已死，烟消云散，
为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也是你的家人。可若是范闲发现了此事，和我反目成仇了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呀？母后，要不然您去跟范闲认个错。您看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行凶者已经付出了生命，那既不是您杀的人，又不是您下的令。如果我们那摊开了，给范闲认个错，这事儿不就等于过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给他认错？哦，儿臣知罪。死了那么多家人，儿臣也是悲痛万分的。那二哥虎视眈眈的，正盯着儿臣。太子之位摇摇欲坠，我找范闲，让他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。母后，好，你相信我，有朝一日，如果真的到了那天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范闲的，为咱们家人报仇。不是您从小教育我，说成大事者必须忍字当先吗？你说的全对，我很欣慰。原来你才是最像他的那一个。母后，儿臣这些话也只能讲与您听，因为儿臣是您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好，你想要的都如你愿。别一直磕了吧，不合适。再合适不过了，你可救了他的命。那也没必要磕这么重吧。没事儿，他自己愿意。怎么是你啊？宫点被贬，我临时顶一下，你安心养伤。刺客我来打。今儿可不止这两个，动手行刺的都是在广兴宫行走多年的熟人作案。我会把广兴宫的人彻底换一遍，行刺的事情也会告知父皇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多谢。要不要叫太医？啊？没事儿，他这还没磕完呢。
我这边的情况您也看见了，三殿下跟我走的先，会更危险。你看啊，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，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了。不用接着磕了吧？拜师心一定要诚，我们俩说好的，磕晕了算。刚才已经晕了，这不是醒了吗？醒了就不能算。您就不心疼自己儿子？为母则刚。再使点劲儿，我没听见响。陛下口谕，京都的人太多了，鱼龙混杂，是该筛一筛了。麻烦一问，怎么个筛法？请二殿下仔仔细细查一查府内上下是否有不该在京的人，若有，便立刻遣送离京。那还用筛吗？直接点我的名儿不就得了？公公放心，我一定认真筛查。口谕一传，老奴告辞了。公公好走，赶快让他走吧。姑姑，杀范闲可不是儿戏啊！不是我杀的。广兴宫动手那些都是跟随你多年的，虽然审完都说自发，没人信啊。我会蠢到用那些宫女太监吗？再说我知道范闲是学毒的，我还对他用毒？那会是谁？我是疯，又不是蠢。你意思是皇后指使的？这事儿不对啊！皇后杀人怎么如此儿戏？不好猜，我也懒得猜。姑姑，如今陛下逼你回信阳，打算如何应对啊？范闲要接手内库，必须要掌控三大坊，他一定会去江南。京都不好动手，可江南是个好地方。也不好说，虽然没了武功，身边护卫也不会少。叶流云在江南。怎么？大宗师会帮姑姑杀人？你猜？姑姑，你我联盟这么久，到底对我藏了多少秘密啊？姑姑这是打算亲自去江南等范闲？姑姑今日便乖乖的回信阳。范闲若在江南发生任何事，都跟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好自为之吧，我今日便离京。那就不送了。我也再试试，如果能够在京都杀范闲，就不辛苦姑姑了。怎么杀？你要进宫？我也不蠢。姨娘，不用再装了，这些就够了。休养几天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这可说不准。婉儿，范闲身世的传闻你该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就此留在宫里不回来了？他一定会回来。你意思是，他身世传闻是假的？真假我不知道，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傻孩子，这怎么能不重要呢？大婚时，我们是在范府拜的父母高堂，他姓范这件事不会变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跟你说过？不用说，我了解范闲，他一定会这么选。这孩子运气真好，能娶到你。是我运气好，才能遇见他。
吁！怎么突然停住？这二表哥是范闲他们杀的你二哥林红。你二哥死之前，范闲便知道罗兰街刺杀的真相，他骗了所有人。请下车。灵儿也知道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叫灵儿来当面对质，便知真假。你何时知道的消息？有段时间了。大婚之前你却不说，受人之托，况且那时候说没有任何用。你只不过是想借刀杀人罢了。至亲之仇，你不报吗？婉儿，你忘了吗？你姓林。停车！吁！这。老师这字真好看。倒也不用硬夸。哦，谨遵老师教诲。不用这么多礼数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怎能不敬？背篓都乱。话说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教你的。你为人处事也有自己的习惯。我娘说了，从今以后，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无二话。那辛苦你，这封信帮我送到监察院。我去？不让我去？我听说监察院一天到晚血流成河，是真的吗？怕就还回。不，我听老师的。到了监察院啊，跟他们说，这封信寄往北齐。给北齐哪一位？海棠朵朵。老师，我懂了。你懂什么了？我一定好好保护这封信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现在就去。不用，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说。老师，我先走了，你放心，一定完成主刀。去。师母晚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完成什么嘱托？托监察院寄信给海棠朵朵。写了什么？苦荷大师有个功法叫天一道心法，据说可以重塑根骨。想想法子，看什么条件可以交换过来，总不能一直当个废人。臣妾就算万死，也难辞其咎。还请陛下先夺去臣妾皇后之位，再下旨论罪。我真过不去。我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理解你。但是我不能对你动手，我欠你的。是谁动的手？告诉我一个名字。是不是你那个吴周叔？你说过，他从小陪你一起长大。是。我哥也是。如果你的吴周叔遇害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发疯，
会复仇。我也一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动手时，是不是你发出的命令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当时我主叔没在我身边，我是想要自己动手的。我人都已经出了京都了，我只是晚了一步。不在身边，那就是他自行出手。不是他，是我起了杀心。不一样。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无主。吴主书跟苦荷交过手，他的身手与大宗师无异。我知道，你恐怕伤不了他。我也知道，但是能不能，不代表该不该。婉儿，我不会让吴主书伤害你，同样，我也不希望你伤害他。我很失望。我知道，是对我自己。我都不敢相信，刚才你说不是你下命令让他出手时，我竟然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恨都放在无主一个人身上。我竟不敢恨你，所以我对我自己很失望。在那一刹那，我选择了你，背叛了我二哥。我要杀无主，是我跟他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就这样吧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二表哥，他是想切刀杀人。既然二表哥落子，就定有后手。我先回去了。如果他再来找我，我帮你打探消息。接着说。至于罪名嘛，广信宫范闲遭遇刺杀，臣妾身为后宫之主，自有失察之嫌。以此论罪，名正言顺。你想的还挺周到。臣妾欠陛下的，早就该还了。还有什么？臣妾死前想去看看范闲。当年恩怨虽说已是往事，可这孩子出生便没了母亲，所以我该给他认个错。你给他认错？人之将死嘛，死前了却恩怨，也好走得安心些。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广信宫刺杀，李云瑞难脱其咎。既然皇后撤了，她这长公主也该治罪。不敢欺瞒陛下，这请求既有公义，亦有私心。臣妾舍皇后之位，化去范闲冤仇，
免得陛下为难。至于李云瑞嘛，算是断了李承泽的臂柱。这一切也是为了太子。太子温良醇厚，最重孝道，心中除了对陛下的尊敬，再无其余念头。当然，臣妾今日所求，太子一无所知，是我一意孤行。哥，我全都听见了。嫂子伤不到吴竹树的。我知道，他也知道，所以他这么做，与其说是复仇，不如说是惩罚自己。你干嘛？今天我自杀，我得保护你啊！嫂子削水果的时候，我比她都紧张。那是你嫂子。这把刀就是以防万一。其实我想用这个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上次帮你治疗的时候，我找冷师兄要了一点哥罗芳。我身上了？我试过，一扎就晕，管用。你拿谁试的？李太医啊。胡闹！你扎人家李太医干什么？他自愿的。李太医为什么自愿让你扎呀？他说他要学你的手术，说这个哥罗芳将来必有大用，他自己要摸索伎俩。说说，你好好学学人家李太医，学医是为了救人。我也是为了救人啊，哥，我是为了救你。我有侍卫保护。刚才嫂子在的时候，侍卫都没进来。侍卫防的是刺客，真正伤害你的人未必是刺客。你们两个别这样，一个要杀五竹叔，一个提刀在边上守着。哥，你干嘛？哥，你太激动了，伤口会裂开的。我没事。你嘴上说没事，心里比我还要紧张。来，喝了它。我就放了一点点剂量，最多只会让你熟睡。哥，你现在就需要安静休息。别老想着保护我。知道了。如果你见到五竹叔，我知道了，让他别伤到嫂子。我说，这件事情还没结束。没事的，哥，别想了，睡吧。以五竹叔的身手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但愿吧，有五竹叔在。五竹叔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。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守在你的身边，永不缺席。你的皇后身份朕不会更改。范闲，你没有必要去见他。臣妾只是想赎罪。还是好好的活着吧。
广信公刺杀呢？广信公跟李云瑞没什么关系。这皇宫之内除了李云瑞，还能是谁？你已经耗尽了我们夫妻的缘分，今后不再见。陛下，臣妾听说，拥有一切的人，终究一无所有。出城是陛下的旨意。那总得有个去处吧？上次闹刺客，陛下说小范大人没有好好的赏花，再去一次，单赏一回。我能不去吗？啊？想一出是一出。那辛苦各位，帮忙抬一下吧。小范大人上车了。是。马上就来。谁马上就来？小范大人马上就来。那我是谁？啊？慢点，轻放，好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抬小范大人上车。大人，请。请我去哪儿？什么意思啊？往后他是范闲，我是贾任。这个加上这个是温柔的，这个和这个是强烈的，这三样加起来无解。来，让一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有事儿？避避风头。不，谁这么大本事，能把您给赶到这儿来啊？范建，这年龄大了，脾气暴躁，躲算了。哎，不是，他找你做什么呀？没什么大事，范闲出城了。范闲出，你不是说范闲受伤了吗？之前范闲疗伤。小太监行刺，不过人没什么事。不，行刺这种消息也能传出宫来啊？要不范建怎么着急呢？这种消息，如果陛下想瞒，不会藏不住啊！啊，这是做局呀！范闲是饵，这个饵能钓出谁来呢？
范闲受伤，武大人就没出现过。所有人都说废介只会用毒，他们错了。宫内养伤，层层保护，再安全不过了。所以武大人没有出现，可有过行刺又孤身出城。武大人必然暗中保护。那么这个局是给武大人准备的。有个问题过不去，只有大宗师才有资格跟武大人交手。叶流云在江南，虎河并未南下，四不见还在等你找。难道是宫里边那位？不对呀，宫里那位要是真动手的话，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啊。他要是重伤了，这平衡就会打破了。陛下不会冒这个风险。把我关在这儿，是因为我追查的太紧了，离真相太近了。江南那个杀人犯不是武大人。大人偷袭我时用的兵器与武大人相似，招式也相似。他对监察院的人下手，是为了引出武大人。陛下愿意配合神庙使者，共同追捕神庙背叛者。神庙来人江南行凶，是在找武大人。难怪到京都，这人就没影了。是陛下抹去了他的踪迹。此事也尘埃落定了。陛下就这么想杀武大人吗？如果想杀，洪四强该出手啊。不对啊，陛下和你不会犯这种错误。这次布局，陛下真正想看到的是两败俱伤。所以说，什么事情瞒不了你。院长，这种局你也配合呀？你就真忍心看着武大人送死？这么些年，神庙一直在询问不足，不仅仅是今天。你的意思说，不止这一次？两败俱伤不可能，最后的结局是
你要相信他。院长，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啊，你到底站哪边啊？啊？我去南方找你，你没有出现。江南杀人的是你，我以为你会出现。为何找我？跟我回去。你来自神庙。你是冗余，不该存留于世。跟我回去。可以。我忘记了太多，或许在神庙能找回遗失的过去。要回去的还有叶青梅，她已经死了。她有儿子，那是残留的痕迹，也是不该存在的错误。找到他，带回神庙。原来你并不知道他是谁。结论突兀，前置条件模糊，由对话进行判断。我应该已经见过叶青梅的儿子。交涉结束。你选择回神庙，冲突并无理由。守护它是我的使命。
那您还赶走叶家？我是想看看叶流云是否还有所谓的亲戚。那他要是真急了，怎么收场？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。叶灵儿。 我跟您一起去定州。灵儿，爹，对不起你。把你留在京都，并不是为了保护你。知道爹为什么去定州吗？守备失职。那是责罚，所以，我们叶家必须有一个人留在京都。你，就是爹选出来的质子。 只要你在，上面就安心。莲儿，对不起，爹只能选一个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不要搞行侠仗义那一套了。 记住，在京都，没爹的孩子，最好什么都别做。我明白。最近你对二殿下观感如何呀？为什么问这个？你可以嫁给他，但是别把他放在心上。 为什么？如果陷进去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我懂了，我就是叶家的退路。宁愿你不懂这些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世上总是事与愿违。 谁都别恨，好好活着，我的女儿。只要是有人在，就留有余地，不是吗？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。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，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？降空庙朕腹背受敌，你放下了朕，去救老三是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当时那一剑，臣要是不挡，三殿下可必死。那在你的眼里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？前有剑，后有刀，臣只能挡一个。当时看来，那一剑威胁更大，救三殿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！ 你就不至于受伤吗？事发突然，臣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只想着当剑就任。你好生歇息，
等你好一些，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这信仰我就在想，怎么突然要给你赐婚？原来是把你当做皇族和叶家的天头了。按作用来讲，这应该算是和亲吧。要不姑姑给你添点嫁妆？姑姑，咱们是同盟。你都一败涂地了，我跟个废物同什么盟？您现在不还住在我这儿呢吗？你杀了我，出口恶气。哟，咱们可不能真疯。想想你自己，婚约便是盟约，叶家被贬，你也会被拖下水。他们一天不回京都，你中皇位的前景就一片暗淡。不过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还有路吗？有啊，杀了叶灵儿，斩断与叶家一切的关系，和他们一刀两断。李安，去趟叶家，转告叶灵儿，婚约既成，休戚与共，终有一日我会让他叶家重返京都。姑姑啊，我觉得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，况且此刻叶家需要依靠。你杀了叶灵儿，岂不更干净？不然叶家出事儿，你也跟着完蛋。叶流云还在，叶家不会垮。好吧，无聊。劳烦问一句了，姑姑，方才您是真的想帮我吗？我就是想看血流成河。那让姑姑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启程回信阳。这么突然？无戏可看，待着干嘛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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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爱如山，您才是人间第一凤。老爷起了。起了。得须当户部，饭前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。哦。多散了吧。老爷不进宫去看范闲，也不让我去，看来对的。那肯定对。人在后宫就得多考虑一些。确实不合适。想明白就好。怎么了？是头发乱了？这发冠换个颜色吧。什么颜色不颜色的？怎么我打了一个盹起来，都如此的古怪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都听说了。听说什么了？哎呀，想了。哎呀，老爷。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是真的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切莫传扬。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怎会如此呢？不仅如此，还有什么？范闲是不是陛下的孩子？这事儿也传遍了。真不是老爷您的错，陛下荒唐了。
府内交代下去。以后再听到这类传闻，全当谣言处理。那当然，实在不行，我做人证，大不了说范闲是我伤的。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老爷，发冠还是换个颜色吧。顾座，您这真是准备回信阳吗？那我还能去哪？我看这都要搬空了啊。舍不得啊？那倒没有。姑姑，这名册与账本本身就是我们共有的，里面的内容但凡泄露一点，与敌国走私这罪名都算是轻的了。姑姑会害自己吗？啊，当然不会，安全第一嘛。就是因为京都太危险了，所以这些呢要姑姑替你保管。都到这局面了，姑姑还不信任我？我若是信不过你，我偷偷就搬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本我要留着。殿下，我有要事禀报。姑姑慢走，姑姑常来，我还有事儿，不送了。等一下。叔，给姑姑路上解个闷儿。说，殿下不太对，城内传闻四起。什么传闻？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说范闲生母就是当年的叶青梅。叶青梅，范建和叶青梅，难怪内府会传给范闲。不是范建，范闲是陛下的儿子。这种街头传闻你也敢信？这消息传遍街头，监察院没解释没阻拦，若是假的，早该抓人了。殿下，没反应就是真的。难怪我早说过我们像。都给我停下！再说一遍，他是谁儿子？陛下，我说他娘。是叶青梅。你跟我进来。